汽車點解要換機油？機油都有啲咩作用？今日就將我所知嘅一次過話晒俾大家聽。首先，燃油發動機嘅內部有好多運動部件，會發生摩擦並產生熱量。呢個時候，如果冇機油嘅冷卻同潤滑嘅保護，就會造成磨損，甚至係熱形變，發動機就會直接報廢。而發動機喺工作運轉時，會產生酸性物質同垃圾微粒黏附喺金屬表面，機油就要擔任分散清潔嘅作用，同埋中和燃燒產生嘅酸，防止造成腐蝕金屬、擦傷、磨損等異常現象。此外，機油仲有減震、降噪、密封、防鏽等作用，所以話機油係發動機嘅血液，真係一啲都唔誇張。咁機油又係如何輸送到發動機各個部位嘅呢？我哋從加注機油開始講起，注入嘅新機油會沿住油路排入油底殼。當我哋啟動發動機後，油泵就會開始工作，將油底殼嘅機油泵入機油濾芯進行過濾，並開始傳輸。此外，油泵嘅出口仲有個泄壓閥，用嚟防止發動機高轉速導致機油壓力過大發生故障。機油從過濾器出嚟之後，就會通過油路分配到發動機各個部位開始工作，分別有凸輪軸、氣門缸、曲軸、主軸承等部位。而曲軸運轉時會利用離心力將機油飛濺到氣缸壁同活塞之間進行潤滑。當然，有啲發動機會直接選擇通過加裝噴油嘴嚟對其進行潤滑。另外，有啲發動機帶有渦輪增壓嘅，亦都需要潤滑。最後，所有嘅機油會通過油路回流到油底殼進行冷卻，並等待下一次循環。而機油喺呢個過程中會隨住時間嘅推移，發動機嘅工況越嚟越邋遢，性能亦都會不斷下降。當機油失去保護能力時，就會導致發動機嚴重磨損。所以定期更換機油真係非常重要啊！咁如果大家仲有啲咩補充，記得喺評論區留言討論。仲有，如果想了解更多汽車機油嘅資訊信息，同埋各種有趣嘅汽車節目、汽車知識，都可以直接去懂車帝搜索。